自2026年1月3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寻求上帝的同在。圣经咱做来听读《申命记》第20章1节到20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20章。恁出去甲对敌交战，看到因的战马、战车以及军兵比恁较侪，毋免惊因为带恁出来击地的上主，恁的上帝甲恁同在。恁排阵的时，祭司就伫军兵的面前宣布，讲以色列人着注意听，今仔日恁要甲对敌交战，毋免惊，毋免论，毋免恐慌，毋通因为因皮喘，因为上主恁的上帝会甲恁做伙去，为着恁甲对敌交战，互恁得到胜利。遐个官长嘛着对军兵宣布讲，若人去新厝，还未举行奉献礼，伊通倒去因兜，才免伊死伫战场，别人替伊奉献。若有人种葡萄还未收成，伊通倒去因兜，才免伊死伫战场，别人享受伊的果子。若有人订婚还未娶，伊通倒去因兜，才免伊死伫战场，别人娶伊的未婚妻。官长着搁对军兵宣布讲，若有人惊吓、恐慌，伊通倒去因兜，才免伊影响全军的士气。官长对军兵宣布了后，就指派军官做头带军兵。恁挖军城要攻打的时，着互城内的居民有机会投降。因若接受开城门，因所有的居民拢着做苦工来服侍恁。因若毋投降，要甲恁交战，恁着甲因围困。上主恁的上帝会将因交伫恁的手，恁着用刀杀死因所有的查甫人，毋辜妇女、囡仔、精生，甲城内所有的物，恁通抢来做战利品。恁抢来的物是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的，恁通摕去食，摕去用。遐个离开恁真远，毋是富贵国家的城，恁着安尼对待因。遐个住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产业的地的民族，所有话喘开的，恁毋通互因活地。着照上主恁的上帝的命令，将赫人、阿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希未人、亚布斯人全部消灭，才免因甲恁做逐款可恶的事，互恁学因敬拜因的神明，直到恁得罪上主恁的上帝。恁若围困一个城，爱真久才会甲伊攻破，毋通用斧头插果子树。恁通食因的果子，毋通甲插起来，因为野外的树木毋是恁的对敌。毋过恁若知影遐个树未结为正直的果子，就通甲插起来，摕来做攻城的器具，攻击甲恁交战的城，直到甲城攻破。寻求上帝的同在。申命记14章到25章中间记录济款的条例，互上帝的儿女伫生活中通遵循。今仔日阅读的20章是有关战争的条例。以色列人出来击了后，伫旷野中捌遭遇真济艰难。因为安尼，人民济遍对摩西和上帝发出怨言。就伫以色列人
即种进入应允之地以前，摩西爱人民清楚知影，接落来因将要面对的一寡征战。不过，摩西也甲因讲，毋免惊，毋免论，因为上帝必定负责到底。伫每一场的战争中，上帝拢要甲因同在，互因得胜。换句话讲，以色列人敢会战胜敌人的关键，不在伫战车、战马和兵丁的济少，是在伫敢有上帝的同在。今仔日，咱要拍赢属灵的征战，也需要上帝的同在。咱爱倚靠伊。基督徒上大的恩典甲福分，毋是俗世的五福临门，是以马内利的上帝甲咱同在。面对生命中大大小小的征战，咱是毋是有调整好心态？承认基督来到上帝面前，寻求伊的同在咧。教会的侍奉有时阵就亲像属灵征战，譬如讲，同工想法无同，佮彼此沟通不良，或者是意见袂合，佮各自坚持家己的看法，咱是毋是愿意做伙寻求上帝的同在咧？有上帝同在，咱才会当拍赢每一场属灵征战。今仔日经文讲到一寡做法，现代的读者检采无啥容易理解，包括几种通免除参军的状况，攻打远方城池的时，爱先互对方有机会投降；占领迄个地的时，爱消灭所有的人。佮毋通错掉下结果子的树来起垒攻城。不过，对上战场前的准备到攻破城了后的作为，上帝的法度甲命令拢诚做以色列人遵循的依据。上帝的命令是要互伊的子民搁较信靠伊，也互因无受诱惑去随从外邦人的恶习，会当行伫伊的道路。若用这个角度来看消灭敌人的吩咐，搁看以色列人以后的背逆作为，就通知上帝早就有知因袂照伊的命令行。长久以来，中国一直对台湾文攻武吓，以前就部署飞弹对准台湾，近年来搁透过军机、军舰，也是渔船、越界来侵扰，中共不断透过军事演习、认知作战和渗透、收买等方法，企图打击台湾人的信心，达到并吞目的。伫这种处境下读《申命记》，互咱感受搁较深，对以色列人的经历，咱搁较体会上帝同在的重要。以色列人出来吉了后，途中拄到的民族，差不多拢极力阻挡因进前。另外一个问题是，以色列人无法度忍受旷野生活，一直怀念埃及的美好，一心想要返去埃及。相款的，也有一寡信踮台湾的人，一心想要回归因的祖国，阻止台湾的自由发展。台湾人正面对一场无形的战争，总是咱身为基督徒，毋免惊吓，毋免失胆，也毋免恐惧。只要咱专心倚靠上帝，伊要甲咱同在。默想，我是毋是凡事借着祈祷、祈求和感谢来寻求上帝的同在呢？我是毋是凡事借着祈祷、祈求和感谢
来找求上帝的同在咧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上帝啊，求你甲我同在，互我无倚靠势力，无倚靠权力，也无倚靠财力，独独倚靠你来征战。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